This is so funny. Hello， 各位選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習總書記啊，歡迎嚟到社會急症室啊！嗱，今日咧我哋要由急症室啊轉去腦科啊，睇下一位重量級嘅病人啊，華記正能量啊！嗱，佢最近咧就拍咗條片咧，就叫做別人犯錯我埋單喎。一開波就哭喪咁款，講自己喺日本幾慘幾慘喎。不過但係呢，只要我哋順住佢條片睇落去呢，就會發現呢個根本係一個怨婦變神棍再變經紀嘅魔術表演啊！嗱，今日呢，我哋就從頭到尾逐格踢爆佢嘅平行時空愛國學啊！生意失敗賴手上，華記卸膊最擅長。別人犯錯我埋單。咁啊，因為近呢幾日嘅言論呢，佢嗰個首相呢，就引嚟呢大量嘅生意咧就急速下滑，咁啲日本啊，呢啲係日本老細咧，直情打去日本個市政府咧，就喺度插。喂，大佬，我哋腳踏實地、勤勤力力做生意，你無情情台灣啊，中國嘅關你鬼事咩？但喺呢件事上邊咧，其實咧神仙打交咧就唔關我哋啲老百姓事嘅，點解要我埋單呢？點解人哋犯錯我要走啊？喂，華記，喂，你真係人唔笑狗都吠喎！第一嗱，你話生意急速下滑賴手上，喂大佬啊，喂依家日元跌到4.9啊，喂全世界嘅遊客都湧去日本爆買啦，日本旅遊業啊旺到不得了啊，連酒店都 book 唔到啊！喺呢個市咁旺嘅環境之下，喂點解淨係你嘅生意會差？係咪因為你經營不善呢？係咪你嘅民宿質素太差啊？定係你個朵太臭啊？嗱，生意差就賴政治，生意好就話自己英明，呢啲咪典型嘅屙屎唔出賴地硬咯。第二，嗱，你話神仙打交唔關你事啊？喂，你平時咪最中意講國家大義、講愛國護旗嘅咩？吓，喂，依家國家俾日本踐踏尊嚴喎，嗱，你自己講噶，你唔係應該第一個帶頭罷市撤資翻大灣區表態咩？喂，點解又變咗唔關我事啊？喂，原來你嘅愛國係有時鍾無艷，無時夏迎春啊！有着數做愛國，影響到你做生意就話唔關我事啊！賴完皮之後呢，佢就要解釋點解死都唔肯走喎。雖然佢個口話日本政府踐踏國家尊嚴啦，但係佢個身體呢就好誠實咁樣話俾大家聽，日本真係好住啊！我好中意喺日本住啊！我真係唔想走啊！勞斯萊斯遮醜布，愛國原來係做 show。同埋我可以好坦白話俾你聽，我喺香港同喺日本呢係唔同嘅。即係我問你，我而家揸架勞斯萊斯，呢度買300萬港紙，你翻香港或者翻大陸，你要成千萬，根本都唔同，但係一樣嘅嘢喎嚇。我喺呢一度起樓，我可以咧租俾每一日過嚟住嘅遊客。你香港就係犯法，你香港必須咧就係要根據香港嘅法例。嗱，各位呢一段呢就真係 highlight 啦！喂，華記你真係坦白得好可愛啊！原來你嘅愛國心呢係有價講嘅喎。喂，只要架勞斯萊斯平幾百萬啦，你就可以硬食國家尊嚴被人踐踏啊！嚇！喂，只要可以做民宿賺錢呢，你就可以當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武道啊！喂，你叫啲黃絲翻祖國創一番事業，但係你自己呢，就賴死喺日本揸平車住靚樓嘆世界，趕都唔走。喂，你呢種行為呢，喺抗日戰爭呢就叫知敵啊！喂，你唔係愛國啊，你係愛人民幣同埋日元啫嘛！聽完華記講政治，笑到爆肚正白痴。好啦，講完日本呢，佢就開始扮國師分析國際形勢咯。嗱，重點嚟啦！嗱，大家聽清楚佢點樣講南韓，包你笑到肚痛。即係好似咧韓國咧上一任嘅總統係親美嘅，咁啊好多唔愉快啦。咁呢一個李在明一上咗台咧，喂，佢就即刻親中啦。啊，邊個人咧喺韓國嗰度咧再出一啲侮辱中國人嘅言論咧，就即刻要坐5年監。呢個咧係而家韓國嘅首相李在明最新嘅措施，因為佢親中啊嘛。哇，華記，喂，你唔好收錯風當秘笈啦！你講新聞可唔可以求證下先啊？第一，你話侮辱中國人即刻坐5年監啊？事實係韓國執政黨即係共同民主黨啦，喺2025年11月係提出咗一條刑法嘅修正草案咋？草案即係未通過咯，未立法未生效啊嘛。但係你竟然講到好似已經係實施咗咁樣，喂，你係咪當韓國國會係人大橡皮圖章啊？第二，你話侮辱就要坐5年啊？喂，華記，你分唔分得清誹謗同埋侮辱啊？嗱，跟翻條草案建議呢，若是誹謗特定國家或者種族，先建議係5年以下；如果只係公然侮辱，草案呢就建議喺1年以下咋。嗱，你將1年講成5年，將草案講成法律，你呢啲咪叫做製造恐慌咯？第三，你話首相李在明啊，
喂，大佬啊，你在明係總統啊，唔係首相啊，同埋條草案係針對特定國家或者種族，即係包埋美國人、日本人甚至韓國人自己啊。你講到條法例係專門為中國人而設咁樣啊？你以為韓國係中國嘅藩屬國啊？你連職位都搞錯，罪行又搞錯，刑期又搞錯，連生效未都搞錯。你呢啲係恐懼營銷咯。嗱，如果有觀眾信咗你啊，以為去韓國講句嘢就要即刻坐5年監，嚴禁去旅行啊，你係咪賠償佢嘅損失先？文華東方開講座，專呃藍絲賣爛貨。嗱，講咁多廢話，又賴首相，又亂噏政治。其實華記由頭到尾嘅最終目的呢，只係得一個。佢前面鋪排咁多中日關係緊張啦、反制措施啦、有危有機啦，其實都係為咗最後呢一下㗎咋。嗱，唔信大家自己睇下啦。所以我會繼續如常努力咁樣去工作過2日呢，我就會喺呢香港嘅文華東方酒店呢，就舉辦一場呢就大阪嘅天璽陽光大嘅投資說明會啦。大家如果想把握日元呢，又創新低啊，真係有危有機啊！而家去到4、9算嘅啫，未試過咁低嘅，即係呢個就千載難逢啊！就係睇你呢，別人恐懼，我貪婪。嗱，喺呢一刻終於就露出狐狸尾巴啦！嗱，前面咧就亂噏一通，講到日本嘅政局咁動盪，講到隨時打仗咁款，目的係為咩啊？係為咗嚇鬼咯！然後咧再扮上帝同你講，嗱，依家日元低啊，有危有機啊，你哋要貪婪啊！嗱，華記你個盤天璽如果真係咁好賣，使唔使專登翻香港文華東方開壇啊？使唔使講咁多政治廢話嚟鋪墊啊？你明顯就係想利用藍絲廢佬嘅愛國情緒同埋貪小便宜嘅心態，揾人接你日本樓嘅火棒咯。嗱，你同埋咧，你引用巴菲特嗰句別人恐懼我貪婪啊？喂 ，sorry 啊，喂，喺你個 case 入邊咧，應該係別人恐懼我揾水魚至啱啊！嗱，你明知中日關係差，嗱，你自己講噶，你仲叫人哋去買日本樓，你係咪想班藍絲買完之後層樓變負資產，然後一齊同你唱國歌安慰自己啊？嗱，總結嚟講啊，華記呢條片咧係完美示範咗乜嘢叫生意愛國主義啊！佢連韓國嘅法律係點都搞唔清，證明佢根本就唔識政治，只係當政治係流量密碼。佢留喺日本唔走，係因為日本有平價嘅勞斯萊斯，證明佢係身體最誠實。佢叫你買樓係因為佢要散貨。嗱，各位，如果你身邊有長輩想去聽佢個講座，麻煩你俾呢條片俾佢睇，話俾佢聽。阿伯，華記揸住架日本勞斯萊斯笑緊你啊，你仲送錢俾佢使？好啦，今日社會急症室咧就到呢度啦。有勞斯萊斯嘅咧，嗱就揸去日本威啦；冇嘅話咧就留喺香港睇我習總書記啦。好啦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Let's go。